为了欢乐青少年暑假期间无地气会接触不良场所，甚至食毒，连市8月7号特别规划反毒加交通安全音乐会，7月1号特别公布国内外这重量级的歌手，包括911加具俊晔，都希望透过这群歌手的个人气加轻松的形式，来宣导毒品的危害加交通安全。Hello， 各位台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911，非常开心可以参与这个台南市的反毒音乐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当天呢也会参与，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表演。很荣幸可以来宣导反毒，希望大家用音乐疗愈健康的生活。2022台南反毒音乐会8月7号晚上在台南市政府西侧广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哦，不见不散。Hello， 大家好，我是怀特。2022台南市反毒音乐会就在8月7号晚上，我会在台南市政府的西侧广场等你们哦。除了歌手用录影方式来邀请大家参加，其中每天也伫教育、警察、交通等各局处加这位议员陪同，希望摆脱过去较古板的宣导，用活泼的音乐会加艺人影响力较有效果。漫长的暑假里面我们年轻朋友们精力旺盛，往往有时候会很担心发生交通事故啦，或者是说这不小心被误入歧途啦。但是过去的反毒宣导或者交通安全的宣导都坦白讲是蛮制式的透过一些教育，透过一些有意义的演唱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年轻人聚集过来做一个反毒以及交通安全的宣导。希望说大家一起来，8月7日不仅是年轻人要来，成年人更要来，欢迎大家来台南市政府西侧广场来参加我们的反毒暨交通安全宣导。公益音乐会就定伫8月7号暗时6点半开始，伫市府西边广场。相关的资讯会当上市府网站，还是台南特地脸书来查询。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